甲辰年盐水烂头港9天烽火院恭请三妈天上圣母銮驾前往参与田兜元帅圣诞庆典项目。Facebook 粤港护庇宫梅州天上圣母粉丝团热烈欢迎烂头港9天烽火院管理委员会莅临粤港护庇宫，恭请粤港三妈天上圣母銮驾前往做客参与田兜元帅圣诞庆典。派对拉炮甲辰年6月11日派对拉炮。恭祝神社盐水烂头港9天烽火院神社田兜元帅圣诞千秋。今年适逢建功350周年纪念暨重建35周年，由9天烽火院刘主委率领管理委员会特别前来粤港护庇宫，恭请粤港三妈天上圣母銮驾做客赐福。数十年来首次恭请三妈天上圣母首次前往9天烽火院做客看戏，特别予以纪念。甲辰年恭迎客神。闪亮的星星粤港护庇宫三妈天上圣母15号。闪亮的星星大丰南天宫开基三官地清风寺蔡观音佛祖老二妈。闪亮的星星铁线桥通济宫开基二妈。闪亮的星星柳营代天院代天巡狩。闪亮的星星南昆生代天府开基13王。闪亮的星星烂头港郡天宫代天巡狩，李池无3000岁，观音佛祖文恒圣地。闪亮的星星烂头港朝丰宫三观音佛祖。闪亮的星星烂头港龙济四济公活佛。盐水烂头港庄位于盐水区最南端，清治时期至日治时期属铁线桥堡，为粤港护庇宫粤港妈、铁线桥通济宫桥头妈、大丰南天宫文恒圣地清风寺蔡观音佛祖、柳营代天院代天巡狩游王宫相近重叠地区。虽烂头港庄位粤港妈祖南巡乡境内，却依据护庇宫重建后恭请神尊记录本内与田野调查烂头港庄内居民表示，未曾恭迎粤港妈祖銮驾前来9天烽火院做客的例，仅有粤港妈祖奉旨南巡时前往绕境烂头港庄。烂头港庄为粤港护庇宫奉旨南巡萨六庄之最南的村庄，9天烽火院的主神田兜元帅为烂头港庄主，大庙为烂头港郡天公主4代天巡狩，李池无3000岁。其中烂头港庄最为有名的就是宋江镇。至民国78年9天烽火院重建以来，每逢祭典时，6月初9日恭请烂头港庄内客神，6月初10日恭请昆生三王、桥头开基二妈、大丰南天宫开基三官地、蔡观音佛祖开基老二妈、柳营代天院代天巡狩前来赏梨园大戏。6月11日子时恭祝田兜元帅圣诞敬拜上苍叩谢神恩。粉丝团自创立以来，年年前往拍摄记录。9天烽火院严格记载分享至网络文章。根据烂头港9天烽火院宋江馆严格记载，清康熙年间烂头港民风淳朴，生活清苦，为求心灵寄托，在庄中简搭草坛一座为宋江馆供奉田兜元帅、宋江爷。之后南昆生代天府吴府千岁降驾指示庄民，农暇之余应训习武艺，期间御旨敕赐宋江馆庙号9天烽火院。
在清咸丰年间，南昆生吴府千岁三王公借机降驾在烂头港宋江镇员，尾队盾牌镇员。吴府千岁三王公降驾亲自授意宋江阵法，烂头港庄民在吴府千岁和田都元帅指导之下，学习宋江阵法。烂头港宋江镇在神威显化教导之下，武术精炼，阵势严谨，名声远播。吉水溪原在烂头港之南，历经日据明治、大正时期，因豪雨成灾数次溃堤，改变流域，溪水顺其支流而来，流经烂头港庄。民国45年，吉水溪豪雨成灾，田都元帅牺牲自己宋江管制。大水过后，在七星坠地、金顶宝血管址上涌出清泉，源源不断，一年却发生干旱。田都元帅解救苍生，使百姓免受久旱之苦，神恩浩荡。烂头港庄民多次倡议重建宋江馆，但因河川改道、安全之虑，迟迟未重建。民国67年，烂头港公错代天府画室堂重建入伙安坐，御旨敕赐改庙号为郡天宫，主祀代天巡狩游王公王令上方宝剑王印，礼持吴府千岁、观音佛祖、关圣帝君、中坛元帅。宋江馆临时安奉在郡天宫2楼右厢。民国78年，田都元帅降驾指示重建宋江馆，并踏庙基于宋江馆原址，现今烂头港及水溪堤防西北西浦，于当年农历6月廿8日竣工卸土入伙安坐。田都元帅圣诞千秋为农历6月11日。戊戌年，粤港护壁公奉旨南巡萨六庄要入烂头港庄时，宋江镇早已在桥上等待接驾粤港妈祖，并护驾粤港妈祖入烂头港庄。在南巡尾日乡，也特别由宋江镇护驾开机田都元帅前来盐水市区参与最后一天绕境活动。恭祝南巡萨六庄、北巡46庄境内田都元帅圣诞千秋生日蛋糕。井号粤港护壁公，井号粤港妈祖，井号梅州天上圣母，井号护壁公，井号粤港护壁公梅州天上圣母粉丝团，井号开基三妈天上圣母，井号盐水护壁公，井号岁次甲辰年粤港护壁公梅州二妈天上圣母渡台100周年纪念。盐水九天烽火院田都元帅追踪者头号粉丝 https://www.facebook.com/1623
烽火院恭请三妈天上圣母銮驾前往参与田兜元帅圣诞庆典相簿。Facebook 粤港护地宫梅州天上圣母粉丝团。热烈欢迎烂头港9天烽火院管理委员会莅临粤港护壁宫，恭请粤港三妈天上圣母銮驾前往做客参与田兜元帅圣诞庆典。派对拉炮甲辰年6月11日派对拉炮。恭祝神社盐水烂头港9天烽火院神社田兜元帅圣诞千秋。今年适逢建功350周年纪念暨重建35周年，由9天烽火院刘主委率领管理委员会特别前来粤港护壁宫，恭请粤港三妈天上圣母銮驾做客赐福。数十年来首次恭请三妈天上圣母首次前往9天烽火院做客看戏，特别予以纪念。甲辰年恭迎客神，闪亮的星星粤港护壁宫三妈天上圣母15号，闪亮的星星大丰南天宫开基三官地清风寺蔡观音佛祖老二妈，闪亮的星星铁线桥通济宫开基二妈，闪亮的星星柳营代天院代天巡狩，闪亮的星星南昆生代天府开基13王，闪亮的星星烂头港聚天宫代天巡狩，秉持无3000岁，观音佛祖文恒圣地，闪亮的星星烂头港朝丰宫三观音佛祖，闪亮的星星烂头港龙济四济公活佛。盐水烂头港庄位于盐水区最南端，清治时期至日治时期属铁线桥堡，为粤港护壁宫粤港妈、铁线桥通济宫桥头妈、大丰南天宫文恒圣地清风寺蔡观音佛祖、柳营代天院代天巡狩游王宫相近重叠地区。虽烂头港庄位粤港妈祖南巡乡境内，却依据护壁宫重建后恭请神尊记录本内与田野调查，烂头港庄内居民表示，未曾恭迎粤港妈祖銮驾前来9天烽火院做客的例，仅有粤港妈祖奉旨南巡时前往绕境烂头港庄。烂头港庄为粤港护壁宫奉旨南巡萨六庄之最南的村庄，9天烽火院的主神田兜元帅为烂头港庄主，大庙为烂头港郡天公主4代天巡狩，礼持无3000岁。其中烂头港庄最为有名的就是宋江镇。至民国78年9天烽火院重建以来，每逢祭典时，6月初9日恭请烂头港庄内客神，6月初10日恭请昆生三王、桥头开基二妈、大丰南天宫开基三官地、蔡观音佛祖开基老二妈、柳营代天院代天巡狩前来赏梨园大戏。6月11日子时恭祝田兜元帅圣诞敬拜上苍叩谢神恩。粉丝团自创立以来，年年前往拍摄记录。9天烽火院严格记载分享至网络文章。根据烂头港9天烽火院宋江馆严格记载，清康熙年间烂头港民风淳朴，生活清苦，为求心灵寄托，在庄中简搭草坛一座，为宋江馆供奉田兜元帅、宋江爷。之后南昆生代天府吴府千岁降驾指示庄民，农暇之余应训习武艺，期间谕旨敕赐宋江馆庙号9天烽火院。在清咸丰年间，南昆生吴府千岁三王公借机降驾在烂头港宋江镇园，
尾队盾牌镇元，吴府千岁三王工匠驾亲自授意宋江阵法。烂头岗庄民在吴府千岁和田都元帅指导之下，学习宋江阵法。烂头岗宋江阵在神威显化教导之下，武术精炼，阵势严谨，名声远播。吉水西原在烂头岗之南，历经日据明治、大正时期，因豪雨成灾数次溃堤，改变流域，溪水顺其支流而来，流经烂头岗庄。民国45年吉水溪豪雨成灾，田都元帅牺牲自己宋江管制。大水过后，在七星坠地、金顶宝血管制上涌出清泉，源源不断，一年却发生干旱。田都元帅解救苍生，使百姓免受久旱之苦，神恩浩荡。烂头岗庄民多次倡议重建宋江馆，但因河川改道、安全之虑，迟迟未重建。民国67年，烂头岗公错代天府画室堂重建入伙安坐，御旨敕赐改庙号为郡天宫，主祀代天巡狩游王公王令上方宝剑王印，礼持吴府千岁、观音佛祖、关圣帝君、中坛元帅。宋江馆临时安奉在郡天宫2楼右厢。民国78年，田都元帅降驾指示重建宋江馆，并踏庙基于宋江馆原址，现今烂头岗吉水溪堤防西北西浦，于当年农历6月廿8日竣工谢土入伙安坐。田都元帅圣诞千秋为农历6月11日。戊戌年，粤港护毕公奉旨南巡萨六庄，要入烂头岗庄时，宋江正早已在桥上等待接驾粤港妈祖，并护驾粤港妈祖入烂头岗庄。在南巡尾日乡，也特别由宋江正护驾开机田都元帅前来盐水市区参与最后一天绕境活动。公驻南巡萨六庄，北巡46庄境内。田都元帅圣诞千秋生日蛋糕。井号粤港护毕公，井号粤港妈祖，井号梅州天上圣母，井号护毕公，井号粤港护毕公梅州天上圣母粉丝团，井号开基三妈天上圣母，井号盐水护毕公，井号岁次甲辰年粤港护毕公梅州二妈天上圣母渡台100周年纪念。盐水9天烽火院田都元帅追踪者头号粉丝 https:// www.facebook.com/consulimus1623。
现在都有提倡吃素了，现在都提倡吃素了，素食防疫环保救地球，用那个素的来做替代。
那个前面这里已经改了，2023年看到已经改了，哎，还是今年2024年看到改的。去年为了地图地籍重测啦，地籍图重测，有去大红蓝天宫开会，还发现那个已经改了，改的比较更庄严了。南天雷富大圣是那个旧的通往那个夏林里那个道路的堤防左边，罗元帅是在东边，就在那个地头港桥东边大概50公尺，还有那个南边积水溪南边旁边。